阿媽，我又送咗幅畫俾你啊！哇，好靚啊，真係最叻噶！啊，媽媽多謝你啊！我再畫多幅畫俾你啊！哇，我到咁嘅，你咁樣都攞出嚟俾我睇？吓，好俾心機畫噶喎！相信咧，呢個係好多童年養育嘅寫照嚟嘅。我哋攞翻 self psychology 個脈絡去探討，就係其實經歷過一個咁樣嘅教養嘅小朋友，去內化緊啲乜嘢信息呢？就係當佢係唯有喺某一個狀態下邊呢，佢先係有價值㗎。佢真正嘅價值唔係在於自己嘅內心諗法俾人了解，唔係在於一個真誠嘅交流，而係在於自己需要以某一種模樣去包裝俾個父母去睇，同時得到父母嘅認可。於是佢會喺自己內心世界入邊學咗一個好殘酷但係好真實嘅信息，就係要生存、要安全、要被愛，我哋就必須要成為父母嗰個特別嘅樣，而唔係做真正嘅自己。